怎么回事？班家不知今日本宫来访吗？回殿下，拜帖和赔礼今日一早便送来了，可班府之人却说什么？说男人手软，就不要了。此案牵扯石家，还请殿下避嫌。岂有此理！班华擅闯师府，我还没追究他的责任呢，班家竟敢闭门不见！殿下息怒。无法，将赔礼搬下车。今日既然本宫来了，这赔礼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。小姐，夫人，不好了！太子妃带人闯进来了，估计是为了是非仙之事。那我这就去拦他，让他进来。本郡主都要看看。这石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太子妃殿下驾到，班家还不速来迎接？不必了，郡主既然是太子殿下的表妹，自然也是本宫的表妹，一家人又何须多礼？殿下大驾光临，班府蓬荜生辉啊！我今日前来是替妹妹赔罪的。殿下也觉得12小姐有罪啊？招惹流言，波及郡主及伯爷，自然是有罪。我今日准备了些薄礼，还请郡主笑纳。这礼本郡主可收不得。怎么？难不成这流言让郡主与伯爷离了心？区区流言还不足以让我班华烦心。只是石家要道歉的事，远不止这一件吧？倘若今日我收了礼，那我爹头上这道疤不就白挨了？殿下面前，郡主怎敢如此无礼？我家小姐面前，你又算什么东西啊？买凶伤了敬亭宫的究竟是谁？自有朝堂去论断。今日这些礼，并非来自石府，而是承前殿的礼。殿下这话，臣妇可就听不明白了。既然是太子送的礼，为何句句都说石家之事？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大长公主殿下不在了，石班两家的关系还靠我辈来维持。郡主可别忘了，如今的大业不再是当年的大业了。只怕你今日不是来送礼，而是来逼我家撤诉的吧？那我也不废话了，在我爹遇袭之事水落石出之前，你来没用，太子来也没用，就连石相来也没用。你放肆！竟然敢这样同本宫说话，还不跪下！让我跪下？本宫乃当朝太子妃，是写在宗庙册上的承前殿正妻，你有何跪不得？要跪，也是你到我祖母大业德宁大长公主的祠堂里跪着。你赶快回你的承前殿去吧，这里可不是你能耍威风的地方。